踏进克切拉佛教中心之前呢，其实我是一个完全不相信宗教的人，而且我对宗教有种抗拒感。可能是因为受到外界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宗教对我来讲只有2个字可以形容，就是约束跟束缚。我不喜欢礼节，我不喜欢规矩，所以我不认为我会踏进宗教这个框框里面。直到我有一次，就是我去参加一个妇女组的，就是采访生活营，我遇到了就是克切拉佛教中心的精神导师的一个学生，我们坐在车上就这样子很自然的聊起了，就是他中心的一些点点滴滴。其实对我来说我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觉得哎呀，也不是多了一间就是新的佛教中心。直到他告诉我说，我的上司，我的仁波切，他叫张杜古仁波切，然后他本身以前是位就是模特儿，然后我就马上眼睛亮了起来。那就是职业病啊，没办法。所以我想，你的上司是模特，然后我开始我就有兴趣了，然后我就开始问他，他是做过什么模特呢之类的。然后他告诉我说，这位仁波切很特别，然后他是戴着 CK 眼镜，然后穿着就是名牌来弘法的。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就是拉玛，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仁波切，但是我想我要追访这个传奇的。所谓的我们所做的就是和尚。那时候我就是因为我在攻读着我的心理学，所以我是一个就是自由撰稿人。我在帮这一间就是杂志社在就是当自由撰稿人。这位仁波切的学生非常热心，所以他帮我安排了所有的一切。然后就是在那个就是我们要在采访的那一天，忽然传来了一封就是短讯，告诉我说，仁波切要取消这个就是采访，然后他没有给我任何原因，只给我4个字：时机未到。我整个人有点慌了，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好了，摄影师也安排好了，怎么忽然之间就是在最后1分钟告诉我说取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慌了一下，然后蛮纳闷的。然后后来我也没有去追究了，就这样子过了大概2年之后，然后这个佛教中心的一个负责人，应该是罗先生吧，然后他打电话给我们的出版社，然后说，你们有没有兴趣再采访克切拉佛教中心的一个就是一个护法神，他叫净甲仪护法。我就心想，当我的主任告诉我的时候，我说，不错啊，我也想尝试看一看，到底这个曾经放我飞机的这个所谓的模特的拉玛到底是怎样的哦，还是没有死心了。结果就这样子，我就第一次来到了克切拉佛教中心的第一间，就是所谓的就是克切拉驿。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呢，然后接待我的人是罗胜彪先生。然后我一直以为这个罗先生其实是一位很老的一个讲讲呢，很老的同修。原来从我眼前就是飘过的那个人，竟然是一个很年轻的，就是一个年轻人。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做了这个采访。然后我发觉这个佛教中心很特别，就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很干净、很现代的。有点不像是我想象中传统的那种讲呢，就是佛教中心。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是张杜古仁波切的时候，是在就是万武达摩的一个就是 Camp 这个攀爬中心。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因为上司会就是会跑到一间就是购物中心去开示。然后我是被推着进去见他的。其实我之前没有心理准备说我要见他，然后是我被旁边的，我就想因为两三位师兄师姐吧，这样把我推在前面去。然后师父看我的时候，就是他轻轻拖了我下巴，然后看了蛮久，然后好像有种感觉，就是说我看着他，其实我第一次见他，我觉得感觉这个仁波切这位大师，很庄严，一种感觉我说不出来，可是你会觉得这个人会留在你的心里，就这样子。然后之后呢，他就送了我一个小小的那个释迦牟尼佛像，然后
那个释迦牟尼佛像，当我收到的时候，我一直笑，然后有点晕眩的感觉。我想，不知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就是有点晕眩的感觉。然后他就帮我做了一个占卜，然后当场就帮我做了一个占卜，然后他就是对着我说，以后你可能会走这一条路，就是我以后可能就会从事佛法事业这一条路。其实你心底你不知道，其实你很爱佛法，只是你现在不知道而已，以后你就会知道。然后我就心想，怎么可能呢？我对宗教完全是抗拒的，怎么可能我会喜欢佛法？所以那时候我的心里是，他一边这边讲，我一边这边心里这边打问号，就觉得啊，好吧，就我也没有说什么了，就这样子。但是我记得仁波切有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当别人在说你什么的时候，不要用言语去就是回驳，用你的手上那支笔去写回你应该写的东西，你心里有种正气，你会打抱不平。我记得这句话让我留下了蛮深刻印象。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之前怎么样加入这个佛教中心的，其实我想应该是金甲一护法。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如果我不是采访金甲一护法的话，我其实是不会进来这边。然后之后呢，能够让我再进一步想全职做佛法事业的话，也是因为金甲一护法。很奇怪，就是在一天的我忘记了怎么样的状况之下，这位罗先生又突发奇想，他又给了我另外一个就是很创意的，就是构思。他说：“哎，你倒不如来写一本《金甲一护法》这一本书。”我就看着他，我告诉他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书，而且我心里在纳闷想，我其实对金甲一护法的那个信任程度，也不至于要让我写一本书，所以我也没有把它当做一回事，我就这样子又摇来摇去，摇了就是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就是车祸，然后我跟着感受到金甲一护法好像冥冥中在庇护着我。所以我才开始写了这本书，因为这一本书，所以我踏进来了，然后我加入了克切拉的出版社，然后开始慢慢的投入，然后就是成为讲的那边的就是中文的编辑到今天。其实雪罗传奇的这个舞台剧呢，中卡巴舞台剧呢，就是缘起于就是有一次我去参加 Eric Chong 的那个服装秀，然后看到了李瑞强老师在舞台上的表演，然后就让我回想起了他以前曾经演过的这个《白蛇传》，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在舞台有一种生命。然后我就那时候那一刻就想到，哎，我很想把这个人引进，就是克切拉，把一些艺术带进来，因为我发觉到克切拉给我的感觉，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就是很硬邦邦的，就是所有都是宗教的东西，完全没有，好像没有其他的，没有多余的其他东西。我觉得它需要一些很闪亮的元素，所以我就去跟就是我们当时的克切拉佛教中心的主席，就是议会他也是我们的协调助理，跟他谈，哎，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就是这位就是李老师请进来，就是让他就是在中卡巴漫画集的那个开幕有来一场义演。其实议会会有点犹豫，因为他觉得哎，在他印象中呢，其实李老师呢，他本身呢，就是他只要表演的时候呢，都是裸体的，可是后来他也想想，哎，觉得没什么，这样子就蛮开放的啦，就是犹豫了一下。犹豫呢，那一刻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佛教中心，然后之后他想，哎，其实这个点子不错，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就把李老师请进来。李瑞强老师呢，他就在就是我们这个第一本中卡巴大师漫画推介里，这场现场表演的这个一小段他的舞蹈，然后引起了现场蛮多人的关注。然后那时候议会看了之后呢，他就告诉我说，哎，好不好我们来，就是我们可能可以自己讲呢，制作一个中卡巴大师的那个舞台剧。然后这舞台剧的延伸就是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构思，然后我们开始了。对我个人来说了哈，其实是第一次我以克切拉人的身份去接触外界的人，所以然后参与的部分呢，就是它有3个部分可以
我们可以格局。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克切拉人，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完全与我们不熟悉的，就是专业的舞蹈员，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工作人员，这就是工委员，然后这3个部分的人呢都会处在自己的讲自己的格局里面，然后用自己的格局去想东西，所以我是处在中间的那一个分子，所以常常会变成就是好像是拉扯技这样子。你要怎么样去把这3组人呢融合在一起呢？其实要花很多的心力跟技巧，还有就是各种不一样的那种言语方面呢，可能在表达方面都很重要。现在因为我顾及到就是说整个舞台剧里面整70多个人，如果我随便讲错一句话的话，可能就影响了整个舞台剧，那我怎么办？所以从这个团体的工作里面，我学会了在说话时必须要思考。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讲很实践的，把佛法实践在生活上。以前仁波切常常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你说话或者是你在写东西的时候，你要去思考，三思而后行。我从来没有想过有那么重要，可是当我在实际上去面对应对事情跟人的时候，我才发觉到原来其实师父说的话是很重要的，我从来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其实对我来讲呢，其实现在回想起大概是1年前就是筹备这样子的一个舞台剧，我觉得对，其实是一种进化，它是一种身心灵的进化。所谓对错，我以前其实是一个爱恨十分分明的人，在我的思想里面，就是对跟错是只有一条直线，没有第2条线。来到这边，然后遇到仁波切，然后他把我这个对错的观念完全颠倒回来。他常常就是他会做就是明明可能这个是你对的，但是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告诉你说，其实你是错的，你又不能不相信说仁波切告诉你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就想，到底是什么事情？为什么仁波切总是没有对跟错的？我记得在公演之前的前戏，然后师父就是仁波切，那我很习惯把仁波切叫成师父。然后其实忽然就是在我们在筹备的当儿呢，招我们所有的协调助理回去，然后我那时接到这样子的一个短讯的时候，我有点傻慌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筹备好，比如说灯光啊，然后背景啊还在修还在改，然后我想怎么办？现在师父叫我回去，所以但我必须要回去，因为这个是可能师父他背后有一些意识。就是每一次在我们常常就会这样子想，就是当你跟师父共事久了之后，你会常常讲，当他忽然之间在临时招你回去的时候呢，通常一定是有一些事故。这么巧那一天就是也是我们的第1本那个就是金刚一家母的那本咖啡图本，英文版的咖啡图本出版了，所以他也很高兴就跟我们分享。然后可是我因为坐在那个角落，因为我可能是好几个月来累积的太累了，然后再加上我又紧张又有点害怕，担心明天的公演没有办法办成，因为时间耽搁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我就开始有点不能集中，然后心里有一种一种有点委屈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不知道原来那一种是一种内化的一种所谓的愤怒。我们在聊着走出山洞那一些小细节，他告诉我们，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这样子，然后他也问中文版的，你觉得是不是要这样子，然后他给了一些意见，然后我没有很好的去仔细听，然后我觉得那时感觉就是说，师父你怎么不体谅我？这样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一股很难形容的一种很负面的情绪出来了。然后就在那一刹，师父仁波切忽然就用很大声的这样子骂我，然后我整个人傻了。
他说你身为一个就是佛教徒，你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一种情绪出来？你怎么可以内心里面藏了那么多的愤怒？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一种愤怒？如果是一个佛教徒，那他心里不应该有愤怒，而且你还是做在佛法事业，你还是在做着这样子的一个就这么殊胜的一个舞台剧。所以他一直重复着那个愤怒，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感觉我在愤怒，其实原来我是在愤怒，因为我不知道，因为负面的情绪已经包了我整身，我只是觉得我很绷紧。所以我那时候，然后师父其实他真的是其实师父很慈悲，他用了一种很强硬的手段，在那一刹那就是要帮我，就是砍断我的这种愤怒的情绪。然后让我可以继续明天的公演，继续这3天的公演。当时我不害怕说，其实仁波切说他要，讲呢，他要停止公演。但是我害怕就是说，我不想，伤害我的师父。那种感觉你会觉得责之深，那种爱之切的那种感受哦，其实很难在周围的朋友身上可以找到。其实仁波切真的很慈悲，他没有因为我的个人的关系而就是把这个舞台剧讲的停止，他还是继续让我们去公演。可是那3天里面的过程，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沉重是觉得你要怎么办？为什么你可以进入一个这么爱你的一个人？然后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其实每一场，坦白说，其实我们这个舞台剧非常的成功，每一场的讲的观众戏都可以算是爆满的。而且都是临时忽然有人要进来，就算是最后一场，就是第4场是3点钟的，下午3点的也爆满。所以，可是在我的心里感受是说，可是我的上司不高兴。我就在那个4场3天里面，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要该怎么往哪里跑，可是我必须要面对很多人，我不能告诉他们说我被师父骂，然后我昨天怎么样，可是我不能，因为我不能影响整个团队的情绪。后来我听一位就是一位师兄告诉我说，其实是因为我们一群人大家都不是出家人，但是却做着出家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舞台剧，所以可能会面对很大的障碍。然后主要关键的人呢，其中可能就是我是其中一个，还有其他几位就是重要的一些人物，所以才会师父知道了，然后才会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帮助我度过我的难关。我记得最后场的时候，我在想，如果当初不是仁波切用一种方式把我压下来的话，整个人把我的那个很强大的自我压下来的话，其实可能最后场就会出错。因为我记得最后场的时候，间中有一些就是工作人员已经情绪开始出来了，然后你可以感觉到那个火药味已经开始膨胀了，然后开始每一个人觉得这好像是我的功劳，这是我的功劳，然后你会发觉到然后会把一些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一些言语方面的一些炸弹出来了。然后一些开始有出现一些不合作的感觉，因为可能大家累了，有情绪了。其实这种连续的一种讲连环炮的一种疲惫，其实常常会引起很大的一种负面的情绪。所以当我发现这样子的情况，我马上就说，我就去调解，然后用很平静的心情去调解。然后我在想，如果是我以前，我不会，我可能会牵涉在同一个情绪里面，但是因为我上司的帮助，然后先把我整个人的那种自我很强烈的那种自我的负面情绪压了下来，所以我才可以把心放宽，然后去看待别人同样的那种负面情绪，然后我把它压了下来，然后我再调和。我发觉到原来其实
我的上司其实用另外一种方式，一种慈悲的方式，但是他不能告诉我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你，但是他帮我度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关口。这是我在这个舞台剧里面最大的收获。然后自此之后呢，我发觉到我在对人对事方面呢，我都没有那么执着，因为其实没有对跟错。如果食物是快乐的泉源，那拥有越多的食物就越快乐，对吗？对呀，食物的酸甜苦辣，透过食蕾的辨认，可以引发我们快乐的种子。苦鲁贝。当我知道就是《雪罗传奇》这个舞台剧入围 Paul Cameron 这个提名的时候呢，而且是提名6个奖项。那时候其实我没有特别大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有跟没有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因为所有东西已经做出来了，让可以利益这么多人。其实，在市场里面，我们至少应该是有接近整2000多个观众。对我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到底利益了多少人。那时候大概有12个人去，每个人都穿得很漂亮，很开心的这样子。其实对我来说其实也是蛮好的。因为我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很高兴、很兴致勃勃，因为大家觉得那个成果看到了。我觉得原来其实每一个人都那么开心。我们其实总共拿了5个奖，就6个提名，我们拿了5个奖。然后第1个奖项就是最佳个人表现奖就是李律强老师拿到的。然后那时候每一个人喊得好开心，我说哇，我们终于拿奖了。然后那时候每一个人都心里在想，可能拿了这个就没有了，所以要拍掌拍大一点。所以就那时候就很搞笑。谢谢大家出席来支持的客家拉人，你们在哪里？从一开始到最后呢，就是我们拿了第1个就是最佳个人表现奖，然后我们也拿了那个音乐，就是最佳音乐奖，然后最佳就是舞台背景奖，还有就是最佳服装奖，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最佳编导奖，我们总共拿了5个。其实这是真的是一个传奇，你很难想象，就是说一部这样子用这么短的时间筹备的舞台剧，然后所有里面的工作人员，就是主要的工作人员，包括就是志工，都是不曾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舞台剧的大制作，然后我们可以拿奖。我们把这个奖项回向给我们的上司，尊贵的上司，我们握那个刹那就是说，原来你用心去做的一些东西，其实可以得到一些很好的一些回报。其实我对我上司的尊重呢，跟其实敬重跟就是一种爱。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因为我是这3年来，我是看着仁波切所做的每一样东西。其实我虽然是皈依了他，虽然我跟他工作的蛮亲近的，坦白说，我也不是100%相信我的上司。这是非常坦白的一句话。可是近这3年来，尤其是近这1年来呢，我对他的信任的程度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对他的敬重跟敬爱也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是看到，用眼睛亲眼看到他可以为了一个学生，他可以低声下去，去打一个电话向对方道歉。虽然上司没有错，但是他为了要让他继续学佛法，所以他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委下身来求你回来。我不想你因为这样子而失去了这个学佛法的一条路。然后他对我的方式最感同身受，就是说，其实他常常说，身为一个上司，我根本不需要让你们来讨厌我，我不需要在你们面前大喊大叫，干嘛？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因为我是
我身为一个佛法老师，我要让你们真正的成长，所以我对你们大喊大叫。他为了你，他宁可扮演一个丑角来帮助你成长。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个人可以这样子做，因为就是我们身为朋友之间，我们明知道我们的朋友可能这个小毛病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不想破坏他们之间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宁可就是闭着眼睛当作没有看到，然后就让它过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仁波切的敬重心。而且他的学生不只是我一个，他的学生有好多人，可是他对每一个学生都是一视同仁。就算你不是与他很亲近的的学生，只要他知道你有问题，他都会完全放下最重要的工作，然后只为了帮助你一个人。这是我记得我有一次我们在这个协调助理的理事会开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一个非常就是庞大的那个计划，然后就在那个当下，然后师父知道了，就是说，某一个学生他有一些状况发生，然后他马上停下来，手边所有这个庞大的计划，只为了要帮助这个人，结果一兜呢就兜了好几个小时。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你可以为了一个学生，然后你放下利益整千万人的一个庞大计划，然后就为了要帮助他。我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对我来说其实不容易。所以我看到的就是我的上司，他最伟大的地方呢，就是说他从大到小，从低到高，他从来都没有忽略过。这个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很确定的相信他说，他每一句话，他每叫你做一样东西都是为你好，是为你个人好，不是为其他人好，你个人，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对我上司就是仁波切的爱呢，有时候可以说是远胜于我母亲。其实我母亲是我人生中就是最敬爱的其中一个人，可是现在她的程度会超越于我母亲。并不是说我不爱他，但是我爱上司是因为他会无条件的去爱你，一种无条件，是完全无条件的，是一种你会觉得是很自由的一种爱。所以对，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的敬爱我的上司。